好咸。这样子 No。你要不要戴帽子看看呢？好啊。好不好？柔柔，你已经具备有村姑这个潜力。洗厝干、上市场、买菜馆要上红帮，落做下做料理，可不可以用班味道创？今晡日啊，小人客来做厝，我去请野菜来做好食嘅料理。Hello， 我们今天要去丰年街买东西。丰年街大概是我唯一最认识的菜市场，还有一大堆东西，炸鸡，还有花，还有高汤姜，高汤，这个不知道。从凹应该在那个吴家馆，它我可以问一下这个是怎么念吗？从凹，你有不会念吗？我们很厉害的。念当吗？从凹，从凹。是蒿对不对？蒿，不对。啊，我知道这去哪里找，我知道这去哪里。里脊肉，我看一下我爷爷的朋友的摊子上面有没有卖。然后蛤蜊去松青，然后高汤也去松青，酱要用拔的。你拿钱，其他钱给我。哇嘞，你就只有给我们这样。雪花老师哎，雪花老师。这个字红蒿，蒿咩？哎呀，什么凹？蒿。然后这课语怎么念？应该是捏吹吧？捏吹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好。大早啊，出案发拍嘅陳婉儀、老陳明儀，也兩個心中豐年過小嘅小朋友，接着來節目好煮菜，算係老成敗咯。今晡日啊，佢哋愛啲好高附近最熟悉嘅市場買菜，我來買野菜、豬肉、老姜媽，最出野菜、豬肉鍋。唔過討論研究，佢哋到底愛先去前乜嘅呢？紅蒿在哪里？ Justin Bieber, what do you mean? The pole position. 这个啦，要买多少？你们要多少？买1斤好不好？好，再便宜一点就好。会不会太多了一点？那我们就放进下去。这样够吗？把那茼蒿煮下去，会不会再剩一点点？会啊，它会缩水啊。对，你要5个人哦。对啊。还是买1斤好不好？买1斤好不好？1斤够几个人吃？反正我又不吃，他不喜欢吃菜。他行。啊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OK 了。不好意思，请问这里有卖里脊肉吗？有。5个人吃。5个人，1人3片好不好？要下去煮的吗？对。猪肉要怎么挑呢？怎么挑？这只要有光泽啊！你看，这个新鲜的猪肉就是要有光泽，嫩嫩的。哎。但是这个名牌叫黑猪肉啊。黑猪肉是毛是黑的，但是表面你不要看到黑黑的不新鲜了。哦。内部的里脊肉就是这个。这背。这个黑猪肉比较好吃啊。好，120块。谢谢，好，谢谢。谢谢，拜拜，学到好多哦。兩個動數落嘅細阿妹，還買到嚟皮筒老漢呢。也下我哋聊到菜市場買菜，仲挺簡單嘅哦。下二隻前食材嘅蔬菜，應該就冇按過嘅啦。今晡日啊，還有一組西廚乾，係吃些強下太嘅瑞肉牛同筍雲飯，同樣愛情野菜嘅兩三人，外面從萬一佢就強用按強什麼。在哪里？哦，是。好。我油同軟飯來到嚟新竹做檔嘅有機農場，農場嘅主人陳阿叔係一位當喜客嘅工作人哦，是係上愛種有機種植嘅人。陳阿叔啊，都為熱情嘅分享自家嘅經驗。故說啊，前野菜之前，遇到兩三人每天等陳阿叔好，嘅有機搶菜啊，係用嚟種嘅呢。好，准备等一下用这个机器先把土翻松，准备我们做育苗的这个材料。好，那
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看看是不是软软松松的，好软啊！对不对？刚刚硬硬的，对不对？要经过这个，把它翻瞬间变这种松。对啊然后为什么后面也有？然后现在我们就要准备把这个土呢，把它放到我们待会要播种的地方来。用挖的，好重，好，把它倒进去。一定很重。好，再来。好重。师傅，那这样子的土有比较好？对啊，第一个因为它没有被污染啊，然后它第二个它有机质，因为都是枯枝落叶腐烂，所以它本身呢比较松软，保水性比较好，所以在我们在育苗的时候呢，对种子发芽比较方便。好，第二个我们要开始准备这个盘子，来，一盒就好。对，一盒，不是一盒，一盘。一盘。等一下我们要启动这个机器，好可怕哦！哇，有没有？好酷哦！这边，然后你看到这边开始填土，有没有？鸟肉同軟飯啊，係天擺種菜，有所看搭鋪都感覺東城市又好搞，不過唔係搭鋪都要機器天數哦，像係點鐘就要自家來點，維持大閘鹹嘅都要3到4粒嘅鹽，真唔會有聽到搶菜，向下省唔太，安尼嘅量啊，係講中人算過輕度好嘅數量哦。好，现在我请那个来自菲律宾一个农业高中的老师哦，他叫 Veronica， 来教你们怎么播种。老师好 ，Hello。 So we'll have placed 2 pieces only. 2. 重量加，你重幾多張看？呀， It's more. 要幾多張？ Another one that will make it 3. 啊，这个好了之后呢，来，那我们接着要把种子收起来，接着我们要浇水。聽眾嘢啉水，聽起來易簡單，不過愛本大閘鹹呢，嘅水量愛平均，就愛抗鹽色素管了。係講啉太多水，因呢啊就愛抱起來，佢就怕做工呢。記得啊，先繼續填定層壓所好種菜。萬一老命兒記得未到咧苗栗嘅3檔農場，記得愛啲前食材之前，先填數講種人，向下來做事咯。这边好，来，那我们开始哦。来，我们现在种草莓这个哈，我教你哈。你有看过吃脯羊冇？没有。冇啊，啊羊啊哪不能看哈？哎，羊啊你高高啊嘞。哦，你看它掉下去了。你看它的那个根系，你看它长得，你看嫩根系它是有绒毛的。那现在我们首先呢，先老几安尼动落去，哈，动落去。好，不用落去，啊，不用落去，我们就把它土呢稍微覆盖一点。那为什么要用这些那个袋子去把土给包围住？哦，塑胶布哈，嗯，你看哦，你再打开这里面，你有没有看到里面有长草？有没有？你看这旁边的，你看它就高出来，也感受一帮抽的时间。还有一点就是说，贴沟的时间，吃坡有大的时间哈。折光会反射到草莓，那个吃婆会就会还较小。换你来好不好？好。我刚刚是教你，现在就换你种哈。好。用嘅洗廚杆看起來冇乜嘅精神呢，喺啲菜市場落法哩都用槍嘅係冇。好啦，總體也條草莓，彭阿姨就做得單一條去熱供買哦。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姜，姜。要来采姜，又来采姜，好，那我们来挖挖看就好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可是我要先跟你讲哦，这个挖姜哦有一个要领哦，你要先这个姜长在这边，你看它的根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可是你挖到这边哦，看这个姜，因为我这个还很，这是嫩，哎对，因为你看到它有粉红色的，表示它还粉好，哎，我来帮还你拿出来。蛮嫩的。来，你要挖了吗？好，好，换你挖了。好。看上面的吧，哈。我就跟你讲，这上面要那个啊。哦对，让我上去一下。哎，这样他已经挖到他受伤了耶。没有啦，他还没受伤的。有啦。好重，而且没办法控制。哦，很棒很棒，哇，这样就对了。
哎，是你挖的哦。哎呀，你看被你的锄头弄到了。对呀，好可怜，这个就是他受伤的地方。可怜，对不起。啊，有没有？嗯，好。姜都跑出，姜的味道都跑出。嗯，对呀。姜每个都那么大一片吗？嗯，不一定呢。像刚刚我们挖的那个就比较小片，因为那土比较少。来，他在挖姜，我就教你一项工作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这些是我们辛苦得来的成果。来，这样子，把它弄来，再把它挑掉了。之后呢，好，跟这根系也把它弄掉。来，这个是自然的芳香剂，这是香，就可以当不要，是吗？不要，这当头环很香啊！这个是那个自然的芳香剂呀。你要不要戴个帽子看看呢？好啊。好，你很有审美观，来戴着好不好？哎，这样子会比较好玩。那我就今天都戴着好了，好吗？这样要种多久才会变成这样子？最少都要有10个月。你为什么不热啊？人家在床上在做的事情，你还说他很小，去笑。这里面的吃的饭啊、菜呀，都是从里面来的嘞。这边你对待我那么凶，你对待姜也那么凶，还打我脚好不好？你还打我脚。哎呀，你就两个唔好过严格的啦。万一讲在动油土里，另外下港中人种的青菜，有说明义啊，唔好过嫌恶做的啦。人家都系万一辛苦啲业强嘛，你就唔好过搭拍来的啦。也主动爱搭载嘅洗厨罐，佢嘅程度亲密一样说出来咧。佢哋先做农场，佢用油同润饭，也下佢哋又下去做乜嘅事呢？好重哦！哪里会种？叔叔，请问茼蒿种很多吗？茼蒿种在那边河边那边。哇，好远哦！那种没办法种太多，因为它种太多，万一它吃不完就会烂掉。好，那我们种一点点。等一下要去河旁边，好可怕哦！真的好可怕哦！好，现在看技术了啊。有蜜蜂吗？不可能吧？这是蝴蝶好吗？哦，还好。好，有没有看到右边有温室？有。对，就把它戴着。好，手套戴上。先戴手套。完蛋了，要拿刀了。拿下来之后，把外套的袖子绑上去。一直拉下来。很可怕。到底有什么可怕？会割到手。会割到手，那割到这上面来哦。哎，太恐怖了。好，往这边，你看找一下茼蒿在哪里？茼蒿。有没有看到茼蒿？这个。你怎么知道？不知道。里面只有它长得像菜，对不对？没有。跟我们平常吃的茼蒿长得不一样。这个我们叫山茼蒿，那其实它就是野山菊，这个味道吃起来那个味道呢，很像我们平常你在吃的那种茼蒿。你可以先采一片，在底下这个叶子采一片，小小的，对，比较小，对。闻看看它的味道，有没有味道？有啊，有一种茼蒿的味道。然后你可以把它稍微上面有一点小沙子，对不对？你把它稍微擦一下，好，先看到有没有红的蛋蛋，如果没有就可以把它放在，因为这个是有机栽种，所以它没有任何的化学物质，也没有药物，所以黑色的，一点点。那个不怕，来，这样子放到嘴巴，一定要吃啊！对啊，一点点吃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味道？苦苦的，对吧？会苦苦的，可是你等下嘴巴会转这个甘甜，好了没有？然后涩涩的。好，来我们这边注意看，来采的时候我们底下，因为它还会再长，所以底下大概留5公分吧。5公分。对，然后上面我们轻轻这样抓住它，从这里5公分，大概这么高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样子把它切掉，这样就 OK 了。哇，好利哦！柔柔，你已经具备初步检定合格，具备有春耕的这个潜力，你要不要留下来？不要。为什么？这个它自己掉出来了。那你挖一个洞把它埋起来，塞回去，赶快把它塞回去。对呀。哇，
叔叔，请问茼蒿的客家话怎么讲？然后你要用客家话问啊。太久没讲了。太久没讲。什么阿寿？阿寿。然后呢？降温。你要吹讲话，你慢点讲。好。阿寿。阿寿是什么？叔叔啊。阿叔啦。阿叔。因为阿寿变阿寿皮鞋。阿寿。你要吹讲客话，用你讲。我听得懂。讲英文了。哪里有讲？我听得懂。听得懂。散野菜。散就是散茼蒿。散野菜。茼蒿一般我念讲野菜。为我是山野菜。散野菜就是山茼蒿的意思。野菜。野菜，来讲一次野菜。山野菜。散野菜。散野菜。对啊。洗厝干根本伊太丰富诶，肯定陈阿嫂送来当多无共用嘅课。不过啊，还记得陈阿嫂有讲过，散野菜当为免体，无数啊应用嘅保存，要係一隻太好悶，而條啊還有當多嘅技術好呢。好了。好来。打开，打开。放中间。好，这边来。哇 ，no！ 好，还没有很冷哦，哈。比冰箱还冷。这个菜一定要放在这里。为什么？这个机器呢，我们叫做压差预冷，就是要在冷藏之前的预备动作。你只要把那个蔬菜本身采收的那个温度要一直降到0度，停下来，然后好了之后呢，就会从这边这个门，会从这个门直接推，就不出去哦，就推出去之后就放在冷藏室，大家看，有没有？哇，好多蔬菜。好，这里好温暖哦。这里好温暖哦。好温暖。然后这个菜你看哦，因为水分没有散失，你看哦，这采收，如果你不理它，像刚刚如果我们采完之后就放在田里面都不管它，它其实水分会一直跑，跑完之后那个菜就会这样萎掉，然后这样软，其实那个菜萎掉之后，营养成分就跑掉。所以你看这个菜采完，然后经过刚刚那个降温之后，它就保持新鲜。好热。那以后吃菜呢，都要吃这种新鲜的菜。你看，我们看看那个味道。好多水哦。那个菜的香味。有啊。对好，我们出去。用住洗厝干都買好菜咯，家家帶定齊嘅食材都做下落去做料理咯。今晡日啊，我到洗厝干向下煮出來種葡萄，係傳音學校嘅先生潘美祥。平常時啊，下落學生嘅教向下嘅潘先生。夜擺啊，我到洗厝干向下煮小農嘅野菜煮肉鍋，還有一出啊，係用散野菜來料理，做澎湃嘅海產煎餅。談起來啊，今晡嘅野菜料理會當好食哦。歡迎來到小客人來做廚。對啊，為什麼只有我今天要做什麼菜？小客人，小廚師要做什麼菜？茼蒿豬肉鍋。什麼？茼蒿豬肉。茼蒿豬肉鍋。那這邊呢？三茼蒿海鮮煎餅。三茼蒿海鮮煎餅，那知道怎麼做嗎？我覺得他們的好像比較難呢。我們從這邊開始好不好？ OK 啊，好，那我們來請凡凡跟我們的柔柔呢，現在教我們怎麼做三茼蒿海鮮煎餅。先用這是要調麵粉嗎？對。OK，好，那來吧，教我怎麼調吧。這個先。嘿。10匙。再來嘞，凡凡，再加2匙的玉米粉。好。是嗎？你剛剛偷偷告訴我對不對？2匙。好哦。要調味嗎？這要調味嗎？要用什麼？香油。香油是嗎？哎呦，這麼厲害！來，香油在這裡，鹽巴啦，怎麼會是香油？好，那我們來點香氣啊，給他點胡椒粉好不好？好，給你，隨心一點吧。輕鬆的做菜。OK， 夠了，好，變胡椒餅了。對。好，接下來加雞蛋。雞蛋，好。OK， 好。我覺得你們兩個呢，先在這邊攪這個，我過去看隔壁那2位，他們現在正在準備什麼，好不好？Hello， 教我怎麼做。我們準備的材料是什麼呢？茼蒿。茼蒿在這裡嗎？對。隔壁剛剛用3茼蒿，你覺得誰會比較厲害？他們為什麼？你怎麼對你自己那麼沒信心呢？因為我們每次做的菜都不好吃。你放心。不要對你自己那麼沒信心。對，我們一起加油，好不好？來，1、2、3，我們喊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
一定要。你不跟我玩吗？哎呀，不要。明儿呀，用还蛮开始煮菜，就调红的呢。你哋爱做嘅料理，感觉我当好生呢。不过有啲材料我详细切，像係人参、老姜嘛，都要保密猪肉底肚，要切做越幼越好。加白嘅肉油撈軟飯，未係咁樣哦。所有嘅材料都要切做幼幼嘅，手乾啊就要切做細顆條嘅。按樣撈麵糊攪強開時節，材料將會圓圓散啲煎餅肚，也條準備嘅色啊，都要用時間天天的完成哦。你们还有个东西没切，豆皮。豆皮，我们一人一半。一人一半，豆皮要切什么？感情不会散。来吧，切丝。哎，你过去啦。好了，有点完成。好了，我们来准备一下这个，我们来卷肉卷的啦。翻开，接着猜猜看怎么做？放在这样。哪是今天的主角是谁？主角是谁？主角是你们去市场买的什么？对，茼蒿。为什么要小心它？蒿啦哦。茼蒿没？我们拔一点茼蒿，就这样哦，需要的一点点，放上茼蒿，然后嘞放上什么豆皮？对，聪明。再来，给你放什么？红萝卜，还有什么？虾丝。对，按紧，盖过来，卷，烤肉串。卷，接着嘞，接着把砂锅拿过来，打开盖子，然后非常好混到底，然后嘞，然后把它打破。非常好。明兒啊，你就唔好講咩鬼咩怪的啦，你條啊，行我老健好嘅豬肉，一扎一扎燉起來，變伊沙冇肚，個變伊หั่嘅老皮湯，本也出料理，增加無享用嘅米絲，也鋪啊，燙起來易簡單，唔過我條豬肉件燉起來，唔係按怪嘅事情哦。開火，最大火。嘣，很好。哎，你们两个在这边顾着，我去看凡凡跟柔柔。拜拜。滚到记得跟我说哦。嗨，凡凡。Hello。好了吗？好了。这个吗？好啊，我们的海鲜料呢还没有下去，中卷要下了吧？全部下，比较好吃。接着我们来把它倒下来，让柔柔来倒好不好？面糊落咗之後，就要轉水火，輕輕嘅剪刀擦擦。平地嘅時節，同我用鍋鏟撈材料混批，按樣啊，就唔會食到無數嘅食材哦。我觉得我们的海鲜饼好像差不多了，你觉得会不会过？会不会掉下来？不会。万一掉下来怎么办？就不要管它。掉到地上就我吃吗？对。掉到桌上也是你吃。一推一拉，我们就把它翻过来喽。1、2、3，来数1、2、3来，一起。1、2、3，嘿，有没有？漂亮吧？好亮。有蛤蜊香哎！有蛤蜊香啊！哇，好像很厉害哎。起锅前我们加一点这个绍兴酒，一点点。没吃了吗？哈，完成了呢！我们今天完成了茼蒿跟山茼蒿料理，我们来试试看哪个好吃，好不好？先吃这个。先吃哪一个？这个。绿来发表一下你的意见。它喝起来，闻起来有一种酒的味道，但是喝起来所以没有酒的味道，所以它还不错。旁边的这个山茼蒿煎饼好不好？宝宝，你觉得这个饼好吃吗？吃起来就是海鲜煎饼的感觉。那这样子你们比较喜欢哪一道？这个。那你们比较喜欢哪一道？这个我觉得两个都还好。你觉得两个都好吃？谢谢收看小客人来做图，下次我们有缘再见，拜拜。拜拜，跟大家拜拜。拜拜。